是 AI 声音输入法，不用键盘打字了。好，更正为大，打字的大。打字。键盘。支援100多国语文。支援、支持、援助。没有储存呢，刚刚打完了，没有储存，要小心了，储存啊。是 AI 语音输入法，不用键盘打字，支援100多国语文。要储存哦，要记得按储存。没有一个按储存的码呢。安全的方法就是要把它全选复制备用啊。万一它没有储存，还可以再贴一次，或者是贴新的对话栏，来观察一下有没有储存。有，这一次有储存了。这个多了那个字没有删掉，忘掉了。以下那个是练习的作品了，听易经课产生的这个文字啊。以下是听易经课程产生的文字。